一步想，才能乐观；事业进一步想，才能奋斗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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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。恁头家哦，照顾我遐尼济年啊，即摆伊年岁嘛大，所以你要嫁伊，你要家己照顾，恁两个人要做伴，要白条解喏。美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头家娘。我是来甲你恭喜，恭喜你已经做着老太太啊！以后嘛无人甲你相钱头家。你若是找着你的囡仔，伊就有一个新的阿爸，有一个有钱的阿爸。从今麦开始，你不是我阿母，你永远都不是我阿母。我最近是安那，生意有够歹啦，啊无一间有人住啦。敢讲是路口迄间新开的饭店的关系？敢讲是我这间女社缀袂着时代啊？唉，无怪啦。啊，当人迄间饭店装潢舒适又搁现代，啊，搁有水姑娘啊，你伺候人客啦。啊，到我遮咧，啊无一个人甲斗相共啦。啊，剩我这老太婆一个啦。唉，老啊，真是老啊。悲哀，怨叹，头家娘，是你哦。是啦，头家娘。你过来创啊？我是来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这生意真歹哦，你若要过来这白吃白大吼，我是无法度。别啦，头家娘，我是要来甲你说多谢的啦。迄段日子吼，你遐尔啊照顾我，
真感谢你。自从你来阮这个家白吃白大了啊，生意就变啊足歹啦。但你讲了有道理啦，好心好雷针啦。我是可怜你甲收留你呢，啊想袂到你这个人忘阮背义啦。你敢知影？自从你走了，嘿，顾话话人客无够顾的，你想看我会气也袂气安尼？啊，你走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稍等下啦，坤爷，这个钱吼，是我欠你的厝税啦，请你收落来。我今日来找你吼，是专讲要来甲答谢啦，用你这个钱啦。歹势，我无交了你做生意，我先来走。哎，啊叫你走你就走哦。这个钱无够使。唔是啦，我是讲，我当你人都来啊，啊唔济咧，啊啉一杯啊茶。我看卖啦，万一我甲你拍积水，害你无人客、无生意，安尼我就比你较歹势啊。袂啦，你莫徛喺门口口，人客唔敢入。来，你莫坐啦吼，我添一杯茶啊，你啉。来，啉茶啦吼。多谢。头家你，啊你若一直甲我看啦。我是讲，啊你规个人拢无共款啦吼，啊你这恤衫大概是打买的吼，啊你规个人看起来较有精神啦，啊对啦，啊你最近是拢咧无用什么戏？我伫工地甲斗相共啦，工地哦，啊敢是足辛苦的。是真辛苦啦。也毋过，只要会当趁到钱，搁那艰苦嘛无要紧。哎呦，啊你这个人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迄时阵吼，讲叫你留落来，啊，飞机我这也欠骹手，啊，你敢无讲一声，你就做你走啦。哦，啊，你是惊我袂打薪水互恁？头家娘，你毋通安尼讲啦。我已经甲你找真侪麻烦啦，我哪会好意思都摕你的钱啊？搁再讲，你这生意也无通甲偌好啊。哎呦，啊，你若安尼讲话啦，啊，这敢人讲的话是？我嘛是为你好啊。头家，我知影是我拖累你啦，所以我毋则无甲你相信，就来离开。好啊好啊，咱别讲这个啦。啊对啦，啊你有找着囡仔无？月清，啊你是安怎？头家娘，你叫一声。头家娘，你叫一声。月清啊。你老爸叫什么名？你老母是啥？我叫齐文昌。你敢是我的查某囝？齐永清。阿爸，你无死。阿婆死，阿婆死，阿爸，阿爸，月清，月清，咱一家伙仔团圆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门口，
我唔是因为相信的狗，我是因为足欢喜的。我到即马阁唔相信讲这是真的。我以前咧校内咧写资料的时阵哦，我拢会写讲阮阿爸做志文忠，已经死啊。你即马回来啊，阿爸，我唔知影明仔甲阮同学解释讲是安怎，阮阿爸已经死啊，即马阁回来啊。阿爸，我真正足欢喜的，我有阿爸，我有阿爸。阿爸，迄个时阵，阮遐讲你的船已经变去，等你死过拢找无你，阮遐船已经死啊！啊，你这10几年拢走去倒？我平船的时阵，昏迷不起，我是去用渔船啊救起来。当我醒起的时阵，人伫咧骗我。我身体调养了差不多的时阵，我赶紧赶倒来台湾，想袂到我一顿，咱的厝就叫火烧去。我四界去找，四界去问，都找无恁两个人。这10几年来，我无一天无思念。阿爸，啊，你的脚是安怎变成安尼？恁失踪了后，阿爸就等于乞丐等你，看恁会回来无？有一天，我看到2个囡仔伫遐咧耍，我就是恁2个人，我就一直叫，一直叫，我无小心去抱咧山骹，脚骨唔才去摔断去。好佳哉，天公伯也疼惜我，注定我命无解脱。若无我这世人，永远都无法度看到恁2个人。对啦，迄个时阵，恁是走去倒？啊，恁来伫咧遮？阿爸，你唔知影，我家阿姊偌可怜的呢。阮阿叫人带去别人家，啊叫阮阿去用做客家，阿姊要用做新妇啊，佮叫人苦痛呢。我甲阿姊2个哦，就逃走出来。险啊！伫咧路边枵死，好佳哉头家就看到阮可怜，阮哦，甲甲阮收留。啊，若无哦，若讲阿爸你看袂到阮，阮就无法度看到阿爸，阿爸。好啊，莫哭啊！这家伙啊，总算团圆啊！这10几年来，阿爸真个辛苦咧找找你，总算有价值了。阿爸实在足欢喜。阿爸，咱哪有团圆？啊，佮阿母呢？阿母即马吼拢毋知伫咧倒位咧。看你海角啊天，心自讲生命，付出心意命。母啊，我实在是想无呢，世间哪有遮尔拄好的代志？这玉珍甲玉清已经住伫咱家10几年安尼，啊，伊即摆雄雄讲伊是别人的囡仔，我实在无法度好接受。无法度接受嘛，就要接受，因本来就毋是我的囡仔。阿母，你伫咧生气哦？我有啥物好生气？我是咧替因欢喜。欢喜哪会是即种口气？啊无我著要用啥物口气，才表示我欢喜咧？母，我知你心内底毋甘啦。当初时，就是因为因遮底仔可怜，我毋知甲伊收留落来。目前呢，10几年都安尼过去啊。玉珍甲玉清，我嘛是甲当做是家己的囡仔共款。
即马突然间听到因老爸倒转来，我真是唔知是要哭，还是要笑。母啊，你莫艰苦啦！我相信吼，就算因的阿爸回来啊，玉珍姐也甲玉清吼，嘛无可能无认你这阿母啊。搁再安怎讲，伊嘛是别人的囡仔啦。我真是想袂到，真是想袂到，伊竟然是玉珍，啊，甲玉清的老爸。有时阵天公伯啊，真个创治人。阿母，阿官啊，以后咱搁会相依为命，你都要甲阿母斗相共。啊，无这么大的女婿，阿母一个人是无法度，知无？阿母，你要去倒？因规家伙也团圆，阿母总是爱煮几项菜来甲因庆祝啊。食啦，大家食啦。今日看到恁一家伙仔团圆，我也替恁真欢喜。啊，特别加出几项菜，啊嘛有准备酒，啊大家都尽量食。玉珍啊，玉清，阿母，歹势，我一时改袂过来。即马好亲像我毋是恁老母。阿母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！这十几年来，若毋是你请养我甲玉清，阮两个嘛无可能有今仔日。人咧讲，生的车一边，因为公路较大天。你即摆是阮阿母，你永远拢是阮阿母。头家娘，阮一家伙仔会当团圆吼，拢是你的功劳啦。我的性命是你救的，玉珍甲玉清，因的性命嘛是你救的，所以吼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你感谢才好啦。玉珍讲了无毋对，因应该叫你阿母，因为你才是因真正阿母。你毋通安尼讲啦，你若安尼讲，我会感觉搁较歹势。母啊，你歹势啥啦？免歹势啦！你对玉珍甲玉清吼，比对你的亲生查某囝搁较好呢。按讲嘛是事实啦，啊你着人感谢者嘛。阿官啊，是啦，阿母，阮吼应该要甲你感谢的啦。按久一点吼，你就较不应该啊。是对一点？阿爸讲伊前一阵仔就大入来啊，啊你是安怎甲阿爸偷偷藏起来，害阮无法度早日去相认，害阿爸还搁出去做工。是讲阿母，啊你是安怎要甲阿爸偷偷藏起来？玉清啊，啊，内面有鱼啊，我摕出来用吼，啊你看食。看因规家伙仔团圆，我应该替因欢喜才对。唉，以后我也毋免替因烦恼啊。我的海角啊天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明星啊，你甲比官讲，后礼拜咱两个就要结婚啊？嗯啊，15日子袂歹我，请人看起来，你讲安怎？你拢已经决定啊，我搁会当讲啥？原本哦，我是想讲事先要甲你参详一下，毋过后来我想想的，该做的代志总是爱做，较袂像少年共款，叫火就袂赴啊。你真正变无共款啊！
会记得少年时阵的你，真调定，真故意，是一个啥物话，拢藏在心肝内，唔敢对别人讲的长空。也毋过即摆的你，变甲足有主见的，做啥物代志，拢有你的计划。天心，敢讲你无感觉到？人吃是会有一个，我若拢无改变，参较早共款万份代志拢让人，到老尾啊，嘛是双头无像我，艰苦嘛是你甲我，我永远都会记你，因为文昌迄句话，天生，你让我好无？得去嘞。咱的感情无人听会开，强行家己来怀疑。体会你不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，你是阮